迄热气体，我底下是推动水电处的副局长。我当日的工作会面对当道的数字，但是我对文字也就当作感情的。从大学开始，我是当欢喜写台词、写文章，底下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。一张录像片是重演的天堂，向四个萝卜入台座是天国。你看该跳梅舞马背囊，个个的围墙，目前的大波汤扑吹响，漫天走。你就唐头毛，阿公记现场，咿咿呀呀紧穿到眼耳讲。萝卜撞顶挑白的眉头，榴莲飘向到地老天荒。这种录像片重演的天堂，一群调的在污染村歌唱，同样的萝卜企在高岗上挑衅。本为天意浪，丝丝线线结清妙的，思念的妙的。你有唐头毛，阿公爱显扬，咿咿呀呀紧穿到眼耳讲。萝卜撞顶挑白的眉头，榴莲飘向到地老天荒。这种录像片重演的天堂，点点滴滴藏在沁然一角。同样的萝卜伫内位，爱深度，如是种叮叮当当。叮叮当当，人梦响，人梦响。我是安样的想吼，农家的生活是我一家下熟识的。我希望自家的文章写出来有客家人的味道。